这8位过去登记甲副总统赖清德共事有共同价值观的议员参选人，分别来自各区、老中青三代拢有，冇首次参选的新人，就来以信赖台湾的扛棒来宣传。5号上午，林俊宪、林景甲郭国文3位立委嘛联合推荐，进一步组成 NICE 连线，强调传承赖清德一步一脚印的精神，团结争取市民认同，拼全力打。今天我们有8位的议员候选人，我们在这里向我们台南市民来宣誓成立一个 NICE 连线。NICE 的意义呢，就是好的，就是非常赞的候选人。那也跟赖氏跟赖神NICE 有一定的谐音，因为他们8位都是受过非常严格训练的政治工作者。那过去在台南也都跟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曾经共事过所以呢，我们也希望这位8位议员候选人能够传承赖清德的服务精神一步一脚印来为市民服务，为地方来打拼。那这8位有老干，有新知。那有这个要出来竞选的这个新的政治工作者，那无论如何，不管是要寻求4连霸或3连霸，或者是首次参选，他们都怀抱一样的心情，就是要为台南市民来服务。那秉持着这个 NICE 的这个精神那所谓的 NICE 的精神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有很深的这个政治的训练，那这个政治的训练是一个专业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过去的这个专业的训练，然后为人民服务，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精神，然后脚踏实地的来为台南打造一个新的幸福的城市。台南民进党这立委联合助选，不管是插在子弟兵选议员的气势，嘛是为副总统赖清德选总统的战声光叫。立委强调，因拢是受到严格训练的专业政治工作者，为了了解地方的需求，争取建设，卖回应民意，监督政府的不足，用 NICE 团结连线做伙打拼。信赖台湾 ，NICE 连线；信赖台湾。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